有民众去爬玉山，无设置摔着伤，敢若像有失温的情形，加载出动空勤直升机，平安甲人吊挂落山送病院。高雄寿山的原型是今仔日有办普渡拜拜，所有老大人赶果子去当着高山仔来抢，佮甲老大人请到，佮加载无着伤。新竹市立殡仪馆逼出有代办的业者无确认遗体身份，就甲人送去火化，害家属未赴记着最后一面受气气象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林雅纯。咱今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有一个登山队是去爬玉山的主峰，其中一个50岁的查某山友说是无设置去摔着伤，敢若像出现失温的情形。南投县消防局是赶紧来申请出动空勤直升机去救人，平安将人吊挂落山送病院。空勤直升机伫空中登时，要确认受伤山友的所在，才赶紧进行吊挂救援。有，他切上来了，他马上切上来了。山区天气无好，风正透，直升机停伫原地吊挂。由上属特殊队员降到地面了后，成功将受伤4过50岁女山友吊挂脱困。南投县消防局讲，这是19个人的登山队，初5位踏加入山爬玉山，初6透早爬去山顶了后，就要落山。啊，毋过落山的半路，这个山友煞无设置跋倒去，伫输正边的脚头有下骸拢受伤，倒目原来有切着，阁有失温，疑虑无法度家己行路。南投县消防局局部启动救援，地面救援人员伫8点37分将人救起来。赶抵现场，将该名登山客做简单包扎后，立即用背负的方式将该名女性登山客搬运至安全可供直升机降落之处。空勤直升机差不多早起10点半到事故现场完成吊挂救援了后，晚近11点降落伫德山消防署训练中心，再搁由救护车送去德山秀团病院治疗，受伤的人无性命危险。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到屏东东港有一只渔船，叫做圣龙鱼61号，是团主讲，因伫咧西太平洋的公海传出是失联的情形。好，甲在伫今仔下晡有家属去接到船长的电话啊，讲这只船是因为起雨雷公卡着，才会失去信号。毋过这엔진是完全无问题，包含船顶10个印尼籍的渔工嘛，拢总平安，目前当要驶转来咱台湾。渔船伫东港盐埔渔港停靠，这是台湾南部上有规模的近海渔业渔港，也是远洋渔业的中心。不少渔船会为盐埔出海，啊，不过7月初为这出海的圣龙鱼61号煞传出失联。遭难的时候，因为船上有所谓的这个应急指位无线电视标啊，就是所谓的 EPR 仪器，如果碰到水它就会自动发送这个讯号给透过卫星系统到这个搜救的系统里面。圣龙鱼61号是东港籍渔船，全长26公尺，116.07吨。7月11日为盐埔渔港出海，去西太平洋公海作业。9月初3中昼船还有对外联络，隔天下晡1点发现船未回报去断讯。渔业署第一时间联络船主了后，证实圣龙鱼61号失联，请求外交部甲国家搜救指挥中心，也是附近的友船协船。拜六下晡家属传来好消息，船长透过网络电话报平安。它是被雷打到了，全部的机器都失灵了，然后引擎可以动，然后开过来的时候碰到一艘日本船，接它的 WiFi 在打了，现在有请他停下来，有联络另外一个渔船要过去跟他接应。圣龙鱼61号船长讲，船因为起雨雷公卡到地势设备毁损，后续家己判断台湾的方向行驶回航，拄啊半路去拄到日本籍的渔船，就用友船的卫星电话卡转厝报平安，船顶12个人拢全部平安。记者采访报道。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因为去参涉到金华城的弊案，向羁押一档了后，将台北地方法院是裁定7000万交保。毋过目前伊的看守单背期敢若总着5000万，还阁差2000万。郭文德就讲，还阁考虑看卖，后礼拜1才要来决定敢有要办交保，这是引起大家议论。因为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有去参加律师节庆祝大会，致辞的时阵讲到，行政干涉司法的时代已经过去啊，这也是引起关注。总统怎么看柯文哲裁定交保？民众党说是因为您害怕了。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看下，金华城用这爱，规划禁监满1年。
台北地院裁定7000万块交保，验过原问题却是以搁再详细考虑为理由，并无办理交保。政府嘛称着初六出席律师节庆祝大会，无加做回应。不过伫致辞时讲着要互社会大众更加尊重司法，强调行政监务司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管是检察官侦办案件，或是法官审判案件，都本于专业、独立自主。行政干预司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也那关问题的记后，但配期是赶紧总钱。初六头一摆经由面世发声，强调已经加5000万块汇率保释金的专户，所内底应用的钱都已经摕出来用啊。所内底人参详，看是毋是会使伫上短时间赚到剩的2000万。他其实自己心里有一把尺。好，那接下来的这2000万元，到底这个柯妈妈还有美兰姐他们这边，到最后星期一的时候，大概能够筹措到多少？那律师也会再进去跟柯 P 沟通。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发文，认为这侪钱对一个遗属家庭来讲，依然是难以承受的负担。柯文哲必须要自己签名，要自己拒绝，自己保证自己，也就是说，完全是柯文哲的意志。白话一点啊，柯文哲没有演戏的空间。老实说，无限抗告这一招，柯主席不是没有出来，而是很快又被拉进去。我想将心比心，如果任何一个人遇到这种司法的连续攻击的话，他都会对司法产生不信任感。外界研判7000万不是小数目，也考虑律师费、认证事故者压力，也有关问题的延后交保，留下真侪政治解脱的联想。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往来看美国继续大规模伫咧掠非法的移民。佮早起一间南韩现代汽车甲 LG 做伙起的电池工厂内底掠走470个人，大部分拢是非法伫咧美国做工课的这韩国人。现代汽车表示讲会佮来调查包商甲供应商，因为南韩政府嘛表示关心一个遗憾。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 ICE 甲联邦调查局缉毒局以及暴力物管理局乔治亚州的巡警等执法人员，这是去乔治亚州埃拉贝尔城镇查现代汽车甲 LG 新能源合资当地行进的车用电池工厂，因要求工人停工，一人一项检查护照、签证甲工作许可，当场拘留475个牵涉到非法拘留甲非法工作的劳工，其中大部分是韩国人。That those who exploit our workforce, undermine our economy, and violate federal laws will be held accountable. 国土安全调查处讲，这个行动是针对工厂非法雇佣行为所进行几个月的刑事调查结果，要确保企业守法，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机会。那是互人逮捕的人当中，到底有偌济是现代汽车 LG， 还是分包商请的？因的具体数字还搁咧调查，后续原来移交予 ICE 遣返。韩国企业已经投资几10亿美金，伫美国建立真济卫生产基地，通闪川普的关税威胁。代志发生了后，现代是好人直接雇佣互人逮捕的非法劳工，表示会调查供应商甲分包商的雇佣行为。LG 新能源表示配合调查。南韩外交部嘛对美国大使馆表达关心甲遗憾。 미국의 법 집행 과정에서 우리 투자업체의 경제 활동과 우리 국민의 권익이 부당하게 침해되어서는 안 될 것입니다. 因为向去有人检查影响的电力工厂建设全部拢停止作业，原定明年启用的生产日期恐惊原来有变化，看得出来打击非法移民甲进行制造业是有效达的。美国总统川普特别讲，互人问到这个临检行动的时阵，表示互人逮捕的人拢是非法的外来者 ，ICE 只是伫做因应该做的代志。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 伫咧高雄寿山是定定拢会传出有高山仔去甲人抢食面的代志。今仔日伫咧原兴市是有举办普渡拜拜，所有老大人赶果子去当着高山仔来甲抢，而且佮甲这老大人请到，好佳在是无着伤。专家就提醒民众讲，若要去有这高山仔出入的所在，这物件应该爱修复好，而且唔通用塑胶落来赶。 民众骑车到原兴市附近，发现头前一只高山仔要抢老大人手内用塑胶袋底的水果，佮甲人杀好倒，好佳在老人敢若惊到无要紧。高山仔抢食的情形，真侪人拢有这个经验。拜六下晡去寿山，佮发现高山仔跳起咧民众的身躯。那时候是没有注意猴子在旁边，只是手拿着东西，他就把你抢去。 这个合法的强盗了，没有警察没有办法抓了。对啊，报警的时候我们不是我们管
湾区啊。拜六拄啊是中元节，真侪人撒贡品来原形式普渡，免不了使用塑胶袋啊。专家提醒，原形式伫寿山是高山啊生炭地，避免捡抢食，爱注意食物卖互看现现，嘛卖使用塑胶袋啊。这只猴子它并不是刻意要去攻击民众，而是因为说它看到塑胶袋里面有食物，那它去拉扯，所以导致人跌倒这样的情况。专家表示，影片内高山啊是为着抢食，才会甲人杀互倒，毋是故意伤人。警方嘛无接到民众的通报，市政府是回应，若是去互高山啊侵扰，想要甲赶走，会当请求协助。若是有看到一直伫扰乱人的高山啊，嘛会当申请设笼啊来抓。伫公共场所去互高山扰着伤，敢有法度理赔？这就爱看伫各场合敢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所以提醒民众，也是爱家己注意防范。记者采访报道。新竹市立殡仪馆昨是爆出重大疏失，有大班的业者无确认遗体身份，就甲送去火化。这死者的家属是未附见到最后被这边受气气冲突，甲业者冤家起脚动手，警方嘛有到场来处理。那市府是表示讲，会个叫业者甲家属来讨论要安怎讨赔偿，市府嘛来调查责任，也有处分。新竹市立殡仪馆内底一阵混乱，最后出现商家甲殡葬业者冲突的情形。因为台班的业者无确认好死者身份，共火化唔到遗体，造成下晡要送阿嬷最后一顶的蔡德人，无都见到最后一面。蔡德人当场情绪失去控制，甲这疏失的业者相拍起来。因双方皆不提告，本分局依据《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之规定裁罚。业者的事实部分，本所将厘清责任归属后，并依规严厉处分。警方依法追究办理，市府调查了后，确认是业者作业疏失。经过协调，业者先协助家属完成个别停诉，会阁针对这赔偿的代志再进行讨论。因为市府也会调查这责任归属，严厉来处分。就是戴手环，就像医院那个病房病人不是都戴手环，塑胶手环嘛？到时候请家属确认那个手环的名字，就不会弄错啦。手还有挂手环嘛？手环都有啥名啊？你要火葬嘛是同款啊？你要家属先认讲，这个是不是恁讲对不？讲是唔再上去修，你做错你就惨了嘞，拜托。邮寄企业北发生要解破凶嫌，差点抓唔到遗体。专家学者认为讲，业者处理亡者后事过程中有侪人经手过，为了防止无形中发生错误，经由亡者挂手环来辨识身份。火化进前，请家属确认身份，才法度确保卖唔到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有关是好天烧热，伫咧三级去热到39度1，有影是会互人热甲害气。环境部长彭启平来表示讲，目前正咧试办抗高温地图平台，会当看啥物所在有开放窗冷气，或者是户外较潮湿的所在，会当去休困，较袂着晒。另外，目前伫咧南海是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咧发展，有可能会乘做今年第16号风台塔巴。日头正炎炎，各地日射高温烧热，尤其上北甲桃园真侪所在有超过38度的极端高温。3减5后测到39度1，是全台湾上悬的。环境部长彭启明讲，暖化升温的趋势无度温和。环境部试办的抗高温量测地图平台，整理差不多1700个包含户外有阳甲室内较凉的地点。可以让我们参考，所以哪边像我们有时候带小朋友，其实最希望的还是说，不要太热啦，怕晒伤。那都是找地方躲一下，一些商场或者便利店吧，应该这两种地方比较多。室内场地像讲室内有开冷气的公有市场，也甲合作的店面，甚至有打广告讲天气烧热，若是身体无爽快，欢迎入来吹冷气。户外场所包含有树园的公园，湘北甲台南地区的民众，拢会当伫地图查询这个所在，看有提供倒一寡设施，像讲休闲空间，也是便所等。若是未来一礼拜天气，气象署提醒，礼拜开始受到南风分西向北甩的影响，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爱严防低延时强降雨。明天台湾的这个天气气象讲，跟今天相比，午后的范围会变得比较大一些，特别是在台中以北还有中部的山区，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外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可能中午过后雨势会特别的明显。若是伫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 TD19， 有机会形成今年第16号风台塔巴，后续会持续向中国华南沿海过去。虽然未直接影响台湾，不过外围的偏南风会为台湾带来水汽，也较无稳定的环境。礼拜开始，各地午后大雷雨也会更加激烈。记者采访报道。
今仔日中原爱普渡款待好兄弟，伫咧中正纪念堂，嘛有因应这个节日来举办台语的活动，带大家做伙来学相关的俗语话，互囡仔当了解咱的民俗文化，算甲真欢喜。 烧热的天气，民众传祭品来拜好兄弟，祈求一年拢顺时。中正纪念堂也配合几个请台语老师来教和鬼神有关系台语俗语。现场真侪父母带囡仔来参加，上课内容真趣味，囡仔拢抓手回答。拄我研究到第结果，我阿母就是袂听我的话，就做一个都唔对啊。迄个就是鬼行后灵。我感觉题目足趣味的。 阮平常时嘛是会带囡仔做足侪咱民俗的活动。老师讲，真侪俗语拢和普渡有关系，亲像去食望普渡、长工望落雨，形容短暂的百姓伫咧辛苦的生活中，佫会当找到一寡快乐，也有和祭品有关系，是咧甲人敲洗的俗语，像即过半鸭毋知死活，笑人无规矩的意思，毋知死活，小鬼毋捌见过大猪头，是咧讲人毋捌看过大场面。 这就是咱先民的智慧啊，因为咱平常时啊，就拢甲遮的鬼甲神，其实跟咱生活足密切的，伊就会甲这相关的故事，伊就应用伫咧生活当中，伊就有这种遮的俗言语出现。中正纪念堂9月份有真侪和台语有关系趣味的活动，亲像听台语歌、食好料，用低雅音做歌戏，对古早地图看台北城等等。主办单位希望用趣味的角度，让大人囡仔挖进台语，佫会当扣文化部母语家庭的台语点数。记者陈选王兴忠台北报道。 早前伫咧南投是有真侪咧做竹甲加工的产业，做甲真出名。后来因为这科技咧发展，渐渐衰微。即马南投的文化局是来举办竹艺展览会，若是要推广这个传统竹甲工艺，嘛展示出亲像器皿啊、杯啊等等，真侪用竹甲做的环保用品，咱做伙来看卖。 回乡接触厝内原本要关的竹工厂，也成功转型的青年林家宏，向民众分享以安怎把循环经济当作目标，研发做出环保器皿、茶杯啊这的生活用品，推动传统竹工艺走向现代艺术的过程。林家宏指出，亲像过去互人当作废料的贵竹的木，拄好是适合做茶杯啊的材料。 少年仔因伫生活中会当较用到的物件，像器皿啊，也是像即款杯啊，竹个是一个做永续的素材，所以我感觉讲，若是未来嘛，是有够侪少年仔的设计师，因若是会当用这种永续的素材来做设计产品的话，我感觉对环境嘛是会做好的帮助。竹区前是当代独有的竹编木枕，热天甲铺咧困会真凉。南投县政府当咧举办竹艺展览，邀请5位竹艺保存者展出18件作品。 希望来传承甲推广地方珍贵的竹工艺。像刘兴哲老师呢，他是非常着重在一个繁复的一个编织。那林秀凤老师呢，他是把这个竹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DNA 的一个元素呢，去把它慢慢的一个把它梳理出来。南投县府文化局表示，除了展览，也有一直办理研习，希望保存甲传承竹工艺相关技法。也若即届的竹艺展览会展到11月份。 也会办竹编竹雕手作活动，互民众来体验。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英国伫咧庙口闹热，或者是厝里咧假带时阵，咱拢会请舞台车来遮，互大家会当上台唱歌，也是看人伫顶悬咧跳舞表演。毋过即马社会变迁，即寡舞台车是愈来愈少看到啊。这个表演者嘛是面临着生存的压力。 因除了是加强家己的能力，也继续伫咧坚持要传承这项充满台湾味的传统娱乐文化。所以，等下暗时7点半，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节目，要带大家做回来看这场舞台车的工作者。 庙埕头前的舞台车，五彩霓虹灯闪闪烁，伫台仔顶演出的庙会歌手，用伊迷人的歌声，互在座的好朋友眼光拢看过来。这是台湾特有的本土娱乐产业，有正版台湾味，嘛代表地方甲民俗性，呈现女性表演者生活现实，也有平常时做工课的缩影。讲真的，咱的体格无人管，身材无人好，面容无人水。 所以我也刚刚讲，就是我们要懂得会打扮自己，然后跟上人家现在流行什么。
对早期流行的综艺团、电子火车，发展到将士的舞台车，民间的娱乐展演有无同的面貌。演过庙会、婚礼，或者是有啥物大细项活动上演，拢会请歌手来到闹热。即马佫较是转做乡亲同齐佚佗、趣味的方式，较省工嘛较省钱。对女性的表演者来讲，嘛爱去思考，准若当着结婚生囝的状况，事业要安怎继续维持落去。路要行较长较久，可能你就来转做主持的部分，人就袂感觉讲哦，你体格无啊，你面膜啊无啊，你无少年啊，人无爱甲你用，你会因为安尼职业生涯来中断。这个歌手毋但面对饲草减少、大小过钱水的流动变化真大，佮着爱承受外界对女性的外表、机体展演各种高度的检视。你去游泳池看，你去人迄个什么服装展览，嘿，人嘛穿足少的啊，为什么袂感觉做路？为什么我嘛是趁钱尔？当当娱乐形态快速变动，伫咧舞台车走跳的歌手，原来继续坚持本分。唱歌对因来讲，毋但是度三顿，每一场的演出，佫开始伫咧替这个传统的娱乐文化做一个时代的见证。记者吴定武、林建珠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到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7度至34度，中部地区26度至33度，南部地区26度至33度，东部地区26度至32度。一个外岛地区28度至32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丁雅俊。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